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里。我等过一生。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你兄，还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你讲，我若离开了后，请你好好照顾阮的。三弟，二兄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文的有好感，可是文的会当对你，我相信伊一定会真幸福。今日我想甲话讲了有较过分。公主，伊是一个正人君主，伊会去跟所在，我想应该是有原因的啊。我是不是应该陪伊回去？公主，今日的代志实在真失礼啦。那呢，你是不是有话要甲我讲？已经无重要。我甲你讲遐话，敢讲你一点仔都袂生气？有啥物通好生气的啦？为伫我都要离开这，是毋是误会已经无重要？离开？你要去倒啊？等伊行啥？那呢，我一定拜托你兄好好照顾你。你要甲我交好是公主？你甲我当做啥？你莫搁讲啊！拄则我甲你回信的代志，就当作无发生过。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担当的人，拄到问题唔敢面对，甲来我倒撇。我安尼做，嘛是为了天下重新设想。你无需要甲我讲遐尔好听。哎，文内，你甲我放开！无想要和我做伙，你就莫动我的路，莫甲我叫啦。有够奇怪啦！李洪柱哪有可能替玉皇宫里洗清冤枉？所以李洪柱这代志吼，真正红抓不长头呢，一定有问题啦！迄两大箱这回是为倒来啊？我想你啊，甲头摕出来，看嘛啥物物件？对，行。等，恁两个要搁出去惹什么是非啊？无啦，阮是要去查证据尔呢。我问你，假使想我来，底若毋是证据，恁是毋是会害玉皇宫关一摆？其实，恁两个根本都毋免白了工。李皇子早就料定讲，咱希望会当放玉皇出来，所以绝对毋敢去调查真相。这招可厉害哦！啊，哦，天宝今晚一家伙啊，甲李洪柱当作神人，说来毋知有啥物危险无啊？您放心，李皇子根本都无杀因的必要。对吼，以李皇子即摆权势，想要甲因杀死是真简单的代志，伊根本无需要安尼做嘛。
要毋过，伫咱咧未查清楚李洪祖真正目的的时阵，恁两个拢要较谨慎。若是有用，爱去黄家调查看有其他的线索还是无。你讲袂好啊？天宝啊！啊，你讲要煮地瓜糜，甲你娘娘补身体，啊，这煮遐尼久，迄地瓜定壳壳是要哪食？有法度啊，我较还蛮煮啦。袂啦，有心上重要，你有这个心哦，才有效着，安尼就感动的。阿娘，你紧食啦。好好好，安尼紧食。阿娘，好食无？真好食，真好食。其实阿娘，早就应该食着天宝煮的地瓜糜，人是遐个歹人。阿娘，嘛袂互来冤我家己嘛。是讲家在啊，家在二皇子叫你阿娘，啊，即马你阿娘冤枉，都拢洗清啊你。是啊，二皇子真是一个好人。阿娘，咱是毋是应该送一个礼物去共答谢谢？好，二皇子伊啥物拢有啊，咱送伊的礼物，伊敢会介意？对哦，人伊啥物拢有啊，咱若要送伊哦，都要送较特别的啊。阿娘，你之前毋是甲我讲过，咱后山有一种千年珍宝，啊生伫土底的。对哦，我形容煞捡袂记，漂洋好手蚵啊！阿妈，迄是啥物啊？迄好手蚵吼，咱人若食吼，是会气恼翻动，延年益寿。嫌阮若食伤多吼，会麻痹呢。伊若一款吼漂洋好手蚵，都无共款啊，食较济嘛拢无败害。安尼就是真珍贵哦。阿妈，你哪知遮济啊？迄是阿嬷祖传的秘密，咱吼安尼传来传足济代啊了。好，安尼咱明仔载行去学。阿娘，你紧食啦。好好，我食。阿娘，要食上碗无？阿娘，好食无？真好食，都毋甲你讲过啊。阿娘，天气遮尔热，你去边仔去困，我来学啦。免啦，等阿娘进前在做苦工的时阵，比即马搁较辛苦，爱大力气，就是安尼过来。阿娘，你受足济苦的呢。免哪会啦，就亲像恁公主所讲的，有死就有得。虽然讲进前阿娘食真济苦，啊，毋过嘛因为安尼，阿娘即摆身体变搁较勇健，敢毋是咧？嗯。哦，这个所在遮尔大，毋知影啥物时阵再说学着。天宝，咱爱较有耐心的，只要有决心，无啥物代志咱做袂到的。嗯。似乎真正是了事如是。你看伊规个人，虽然无用咧做事，也毋过宝贝一直咧注意因母仔囝的举动，因一定是李洪祖派来的。
你看，因敢会是咧挖藏起来证据咧？假使讲是咧挖证据，伊应该知影正确的地点，袂亲像即马安尼挖过一位，搁一位。因到底是挖什么货咧？等下就知影答案嘛。阿娘，你看，迄是啥物啊？咱等去厝，甲阿妈讲。唉，原来是咧挖药材哦。看起来，大家拢浪费时间啦。行。阿娘，我按照你的吩咐，用乌布甲迄护手乌给包起来啊。这种护手乌，一旦若出头见光，了后就降价啊！是毋是乌布甲伊包起来，以后就袂死效啊？无办法，只要用安尼啊，快当多较久。阿弟，咱伫等啥物？赶紧甲伊送李红珠啊！对啦对啦，紧来紧来。我较细哩哦。阿娘，看我行。看伊雄雄公公到底要去倒位？敢会想要逃走啊？玉凤姑娘，请问你是？林公主，拜托我来甲恁讲，请玉凤姑娘留落来，伊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千里大兄佮顺丰大兄咧，因哪会无来？因还佫有任务要处理。安尼要安怎？时间若是拖伤久，护士会失效呢。啊无啊，阿娘，你甲天哥送个礼物叫李公主，啊我留你遮等李公主来，你感觉安尼啊好无？只好安尼啊，啊无你紧来去。好好好，看我行，落来照顾阿嬷哦。我知影。行得好。阿妈，你较细哩咧。恁有啥物代志？谢李公主。恁伫遮等一下，我入来通报。多谢多谢。恁等遮听候，莫乱走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多谢多谢。陈立顺哦，药我装好未？要好啊！对啦，娘娘，你看吼，哇，阮准备足济，搁较济病人嘛有够用呢。恁两个若是无用线的时阵，才去玉凤因兜，看伊还佫有需要啥物。哦哟，梁主哪无因遮尔久啦？若是护士我的药啊死头去，咱搁送互伊，安尼毋是真歹势？人李公主一定有真重要代志你无用，搁等者不要紧啦吼。阿妈，规气安尼啦，我去找梁主，规日只是感觉交互伊，袂耽误伊偌济时间啦。啊，你刚好，人家是官体呢，不用后白走呀。袂要紧啦，等我看到梁主，会甲伊解释清楚。梁主的人遐尔好，袂安怎的啦。无得卡，会因为咱的生意，搁学落来呢。啊，无好啦，你家己吼较细腻的，唔当后白走哦。我知影啦，阿妈，你在遐等我，我一定就转来。这位姐姐，请问李红珠的房间伫咧倒位？李红珠哦，我迄边遐去。多谢，袂啦。启禀李公主，目前李玉凤专家除了伫后山采取药材以外，并无发现生命无共。这短短一日，哪有可能发现啥？继续敢毋是？是，李公主，果然无人怀疑是你的计谋，因为根本就无人会来要求要审犯证据。甲迄两箱废纸摕去烧，遐个村真正是大代，我哪有可能为了救一个村妇，用这样子困难去调查？因一个伙仔做梦嘛想袂到，放走你后，防止你的计谋啊！若是互伊知影，我的计谋是要来成功的，但我得到我想要得到的。
陈明，你看卖，不管啥物人听着咱所讲的话，极杀无论。是。啊好哩啊！哎呀，我无看到，你是天宝，我是在咱们去外面讲，你是偷保管呐？哎，天宝，哎，刘总啊，小姐，我咧遛人。遛人？我看哦，你是想要抢物件啦？那物件伫我遮，红糖你来抢啊！无啦，小姐，你误会啦。你讲话这创啊！我不准你去哦。这，我跟你讲，不准就是不准。哼！阿妈，紧走啦！你是什么代志啦？紧走啦！安怎啦？阿妈，行，紧走啦！哎呦！紧走啦！你真正是一个废物，连一个囡仔你也抓袂着。是啦，大人，我实际上吼要抓着啊，要毋过吼，大小姐叫我撞出来，啊我唔。无路用就是无路用啦，佮讲较侪理由。你是讲天宝甲因阿嬷做伙来？俗口查过，确实无唔对。一个囡仔带一个钱，我相信走袂完。随带人去做。是。安静。叫你遐下骹手人打扮做百姓去做。是。是安怎啦？唔对，我若是今晚转去厝的，一定会轮流着阮阿娘。阿妈，咱行迄边啊！奇怪，那林公主毋是有代志要找我，那到即摆还袂来啊？千里，小红。杨公娘，我等你足久啊呢。你咧等我？是啊。你也遮厉害，知阮两个要来？无啊，等林公主有派人来通知啊。阮公主？无啦，公主要派人，一定是派阮两个啊。奇怪，啊无迄个人是谁啊？迄个人？杨公娘，天宝咧。啊，天宝上礼无捡李公主啊。哦。啥？走。杨公娘，阮来找天宝。千里，唔对呢，见用你一对目睭，看卖天宝一个。你有啥物需要伫遐协助的，你尽量开嘴。请二兄甲上峰保驾护我。阿娘，阿妈伊安怎？啊？阿娘，你真是阿娘啊？阿娘。千里，我阿娘是安怎？我阿娘是安怎？看你要走倒，竟然害我叫回，我今仔一定要你起笑亲情。你大条好势，咱要用头做信号。第一项，骹手到咧；第二项，收兵，进去。来走！你是谁？你没乱来哦！不要乱来哦！臭小囝，骗你也想要保护伊？哼！你拢莫插手，交我来！你等我嘞！别开啦！天宝！起来！天宝！天宝啊！你哪回啊？天宝！天宝啊！你哪回啊？臭小囝你啊！你搁真来拍安怎？我看你搁爬去啊！
师傅，孙府带恁的回家传书。前日阵仔千里甲顺风来救贤宫，甲恁创治，恁有想要报仇无？当然嘛想。换你来。伊敢若是一个囡仔，而且我从来毋捌看过遮尔勇敢的囡仔，我实在拍袂落手啦。这两个是咧创啥的？啊，敢唔见动手？大力吹啊，紧动手！你连家己的人拢要杀，你敢是人啊？卖啰嗦，今嘛就换你啊！拜托，你阿妈，你还来阮来啊？是你来啊！阿妈，你退去啊！这种卡车吼，我来了啊！对啊，你啊，连囡仔都跑，真正是卑鄙！嘿啦，盖威威，嘿，兄弟，跑！什么架势嘞？看你腰甲球老人无？我若叫因两个人知影讲人受我带的，我无死嘛半条命，我无紧来算袂啥。想要走倒去？带恁了命，带恁了命。任务还未完成，就想要走？原来是恁哦！我拍袂赢因，我无紧算，我是要只等死哦啦。这两个人就交互阮，甲你的人踢走，真人另有安排。这交你，我请你走。我你要个假无？记一摆拍一届啊！多谢你救我，代志我行。嘿，可是恁两个卖动路啦。阮偏偏要动路。哎呦，啊你手下败将，你自找死了啊！今仔日像输像赢我唔知，大声话莫讲伤紧。哎呦，咱去用呛声呢？这民主问题哦。吐倒来。师傅予咱的临时护驾，佫真有路用呢。临时护驾，是你惊啥啦？小天不能走甲讲。天宝啊，你带阿妈去边仔休困啊！你说你的。将我处理好啊！手下败将，我看也是连拍，恁认输好啊？认输？都还没开始，认什么输啊？阿妈，哎呦，是你啦，阿妈！你阿妈都紧走了，阿妈。好，啊是咱唔走向停起来啦。阿妈，超级气大来，搁加一波落去啊！上来哦，安尼那边啊。加呀！加！苗通真人真是心机妙算，我要入大宫啊！哎呀啦，因搁进来啊啦！阿妈，我那边夹啊，阿妈，夹。天宝啊，你有相信阿妈？阿妈，我当然相信阿妈。安尼好，你若相信阿妈，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袂用问阿妈什么原因哦。
阿妈讲，我还问看恁敢是？啊，你自然没这种感情啊！天宝，阿妈知你是一个真友好的囡仔，恁阿娘已经出嫁，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友好恁阿娘，知无？妈，我没和你安尼做啦，妈。阿妈一定爱你做，你嘛答应阿妈，你也会记。不管等下安怎，你拢袂用出声。妈，我没和你安尼做啦，妈。阿妈一定爱你做，你嘛答应阿妈，你也会记。不管等下安怎，你拢袂用出声，嘛袂用哭，因为你若是用台词，你若定死到不明不变，你若领冤枉，无人会知影，一定爱你去证明。你若死，咱妈孙啊，我阿早对散，无人会知影。你若死，阿妈是安怎死的，无人会知影，知无？妈，你没帮我接人啊，妈。你乖，阿妈袂离开你，啊，你乖，嘿。阿妈，伫个天顶会永远保护你，知无？啊，乖乖哦，你记阿妈的话啊，袂用出声，袂用后知哦，会记哦。差不多，我才到遮济岁，搁痴迷，死无讲笑。啊，不过我天宝，我天宝，天宝，天宝。天宝，人弟啊，对对，天宝，你来帮阿妈讲伊一个啦，天宝啊，天宝，来，囡仔嘞，我天宝不爱做爱落去啊啦，天宝。细汉的抓袂着，抓老咪共管啦。你免孝受啦，我就是死嘛，袂甲你去。你即摆已经无退哦，我看你要走对啦。天宝，我若死，嘛要甲天宝死到底。天宝，等下嘛。跳。怎么？你完怎了？千里，你敢会记得咱拢总有几届处理刀身的经验吗？真少的，你即摆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哪记起来啊？袂要紧，为的是上尾一届啊。好啦，民主问题，要死嘛死有够尊严的，闭呀！
来啊！啊，恁讲一刀，还是来较快活，来！谁人讲阮要杀恁？你无要杀阮哦？阮只是要报复迄天，互恁创治的冤仇尔，哪有甲杀人遐尼严重呢？头壳应该无问题啦吼。我头可能弄昏去啊！这摆什么情形啊？莫想我济啊，出阿伯甲天宝啦。好，紧！哎，这边啦，好啦。呀！哎呦！天宝，杀个目屎啦！天宝，阿妈嚟啦！阿妈嚟！天宝，阿妈，天宝，你想错了！阿妈嘞，你对啦！呀，你对啊！天宝，唔通回样啊！天宝，你看亮姐！进来！天宝，跟你聊，我来看卖。那都无人转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天宝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妈严重，阿娘，阿娘，你真是阿娘，阿娘，千里，我阿娘想错，我阿娘想错，阿娘。什么？你甲我讲，我阿娘想错哈？我阿娘想错啊！你讲啊！你想错了，别讲我！求对我，你别骗我，你起来好不好？我求你，你别跟我一起，你起来，阿娘，你别跟我一起，你起来，你别把我跟天宝这个人，你别跟人走，你别离开我，那你我跟天宝没错。你来了，天宝，天宝，跟我面走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望南树高旁，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因讲黄老夫人为着要解救天宝，所以超工跳落去断崖，引开敌人的注意。阿婆是个好人，为着要救家己的孙仔，唔才牺牲家己的性命。遮尔伟大的人先啊，伊会遮尔早离开。千里。人都已经死啊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你讲真简单哦，敢讲你对一间花仔拢无感情？阿婆的厝边，敢讲你无感受着？
袂相信？你讲我袂相信？我已经甲阿婆当作是我家己的阿嬷哦，你讲我袂相信？对啊，我相信有啥物路用？我的意思就是讲，但是先生有法律有啥物路用？我感觉我是一个平凡人，莫做先生，因为真侪代志，咱拢袂当解决，你知无？先生，先生有啥物路用？人有这个法律有啥物路用？你来是咧做啥？娘娘，我恳求你，你甲天公伯救命好无？我阿婆会当活转来，我阿婆会当活转来好无？娘娘，阿婆是一个好人，真正无用该死，请娘娘同意，我阿婆会当去活转来。娘娘，条孽不可转，这是天意安排，什么人都无法度改变。那呢，阿嬷都无法度活转来。阿娘，你有派人航海的时阵，我大工就想你的，我袂晓困袂去，阿妈在抱我，在压我。宝乖，阿娘爱抱你，阿娘爱抱你困，会爱你困。那时阵，我大家都抱有希望，因为我知影，阿娘总有一天会转来。不过，阿妈说永远无法度再转来啊啦。我就是我妈，我就是我妈，我就是我妈。你别赶你讲啥？你甲阿妈所有的人对解实是糊涂啊！必须因的人有啥物路用的？我了准，你俩准安怎？你即马入台讲是不是？唉，咱本来要抵是叫洪新上秘密，即马代志不干呢，玉皇一定更加有戒心，要抵得秘密是更加困难啊！上到地处，请你用主下罪。即马伫你的做有啥物路用？李王总，你认为代志即马应该安怎处理？既然人家有丧事，咱就应该去探望一下，表达咱的心。南面，对我来。南面真正是一只狗，一只无路用的狗。
你冤枉无？我无代志，阿妈交代我爱照顾阿娘，我一定会坚强的。天宝，老夫人在天之灵，若是听到你这话，一定真欢喜。对啦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代志的经过讲我听？大明，你不是讲伊妈孙仔已经死啊？迄天我甲阿妈要送礼物给梁主，结果梁主有代志无用我着。天宝，参见李公主。李公主，天宝，我听讲恁阿嬷真过身，你心肝来真艰苦。也毋过要甲你讲的，你对好的方面去想，好佳在恁阿娘还阁平安活咧，也若无，你是毋是更加可怜呢？李公主，这个时阵不应该对囡仔讲这个话。这我知影，我只是要安慰。天宝，我听陈明讲，昨恁早出去的时阵，迄个飞刀对杀，敢有这个代志？梁主是在暗示我，袂用讲出真相，啊若无，会对阮阿娘不利。天宝，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尽量讲吧紧，梁主讲的无对，我甲阿妈确实有派人追杀。岂有此理！家己个官老爷面头将舞大刀，我绝对无饶下。大明，在。我予你一个将功赎罪机会，将遐飞刀掠起来，我要当当判刑。是。玉凤姑娘，人事不能发生，你爱切爱啊！若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相共的，你尽量开嘴。多谢李公主。天宝，你爱乖哦，我会定定来看你。找你啊！你讲咩要送我？你唔通这样无礼貌啊！你是哪边闹哟？好了，我要找你。苗东经理，我顺讲的啦，请你啦。苗东经理，我两个对吧？是。你啦，我唔熟悉啦。经理多。参见苗东经理。唔知两位来拜访有何贵事？阮两兄弟啊吼，今日专工要来感谢苗通真人的啦。感谢吴苗通，吴苗通并无施恩予恁，为何要来谢谢？哎呦，真的真正是大善人呢，做好代佫惊人知呢。哦，配合配合配合。两位免伫咧遮假神假道，讲恁来遮有啥物代志？啊，都真正要来多谢苗通真人啊！对，昨日两位师兄吼，无甲阮两个抬死，应该是真人的命令啦吼。多谢真人。无唔对，是我苗通的命令，因为我认为恁家是小小冤仇，无需要闹出人命。哦，感谢真人开恩啦！啊，阮两个兄弟的性命是无影响到啦。也毋过，真正是有耽误到阮去救人的时机哦。笑话，你若无赶紧要走啊，老无死啊，跟我啥物关系？我无讲，你哪知阿婆是啥事？讲啊，哈？你莫遐尔啊无头壳好无？啊，较冷静者。啊，苗通真是啥物款的大人物，对无？伊消息一定足灵通的嘛。无唔对，昨暝我苗通就已经得到消息。不愧是苗通真人。哦，歹势，挂误会啊。两位，我苗通的两位徒弟，并唔知影黄家阿嬷对外身亡的消息，请两位唔通甲这件代志牵涉做伙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唔通误会呢。
我来去啊。好，我来去啊。来去啊。娘娘，你讲的哦，一点仔都无唔对。这个苗通哦，无想要台阮两个哦，真正是因为想要挂无事败，所以口口声声讲这是巧合，是意外。安尼我就真正想无啊！既然这个臭道士无爱甲这件代志有关联，你就叫伊两个徒弟规暝出来乱就好啊！这就表示讲，苗通受到某一个人的压力，所以用个出面，才会派一个人出来。这嘛会当代表讲，伊甲互伊压力的人互相伫咧猜疑。安尼对咱较好处。当然嘛有，你想看觅，因内部互相安尼怀疑，造成真侪问题。这问题咱也想要清楚。你看吼，这个阿嬷甲天宝去官邸内底送礼互李公主，啊，咱发现的时阵，已经去用堆杀到山顶啊。那亲像天宝所讲的，伊去用盗匪堆杀到山顶去。问题是，官邸内底免有盗匪，天宝甲黄老夫人先来走去山顶。这件代志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？一定甲李公主有关系。当然啊，是讲李公主无可能还要杀天宝啊。对啊，伊拄好家己红姑娘救出来尔呢。娘娘，恁大兄弟啊？杨姑娘，杨姑娘，你哪有样通来？哦，拄则我去天宝遐，想讲哦要甲伊的物件还伊，结果我去到因兜，煞侪人拢无，我想讲无代志，坐回家来啊。啊，你唔知影，啊无伊陈丽，无啥物啦，也毋过天宝先甲物件交互你。哦，就迄天我伫咧官邸拄着伊，伊讲担保头要抢伊的物件，结果伊就甲这包物件等到我，然后做伊走啊。这啥物件？看起来敢若是药材呢。这敢毋是好收哦？文呢？要无你甲物件留落来，等我见到天宝的时阵，我才交互伊。我想讲，若无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先行啊！先行。姑娘，啊，啥我互伊知影阿伯的代志啊？代志还未调查清楚进前，假使讲来互伊知影，以伊的个性，咱要调查起来就搁较困难。我说袂去，伊也是小龙女对啊。是讲天宝送这去，李公主要创啥？无毋对。假使讲代志若无变化的话，那你天宝就是去单兵对杀，才会走出去外口。那你讲起来，紧查出是咱单兵去对杀天宝。金公主，请用茶。多谢。黄老夫人的后事是毋是已经拢处理好啊？辛苦。这是一个新妇应该做的代志。玉凤姑娘，我有一寡话想要甲天宝讲，毋知敢有方便。我来叫伊。今仔日伫玉凤主的面头前，你是毋是无讲老实话？我无啊，李公主过世事实，我甲我阿妈才是好人。天宝，我对你的眼神，我都看会出来，讲你无坦白讲，林公主绝对袂害你。你也知影，你若是无讲事实的话，你若领颠倒有危险。假使讲你若是坦白讲，我甲你保证。我一定要保护你那娘的安全。你对好的方面去想，好佳在你那娘还阁平安活咧，也若无，你是更加可怜的。天宝，我无讲袂
袂出，我就是无讲袂出。天宝，客宾三房主，以前拢安排好，明仔载就会当回家。你生意好？是。安怎？还有代志什？小下大大，小下认为三房主人主善良，勤政爱民。一定是未来的明君。好啊，莫讲，今晚父王还阁伫个，而且我顶面还阁有2位皇兄，搁安怎讲，嘛轮袂到我来继承皇位。这款的话，以后不准讲。若无，就算讲我把你当作是家己兄弟，我嘛共款严办。是，小下弟做。落去。是。天火溜溜，信道铁公山，虔诚参拜，有事相求。三皇主为人善良，现时一句歹人的设计，失去信心，放弃借天之情，回家请罪。三皇主半途而废，皇上一定良心不安，铁粉恐计嘛袂紧。今仔日信道铁公山，困求天火溜溜协助三皇主渡过处劫。天火溜溜大恩大德，信道感恩不尽。喂，你真正要转去哦？这是要确定。随在你啊，飞的留你这嘛无路用。一路上，你家己都要小心嘞。多谢你，等下我来找。我才无你稀罕，我才无你稀罕呢。我还是放袂落心，我哪遮尔无路用？林公主，你是安怎要做到？阮老夫人王心啊！叫人对谁？要叫天宝提醒三王主，你敢知影阮公主啥要摕阮家阿妈的牌位来互你看？我是要甲你讲。有的人会当为着家己所爱的人牺牲性命，也毋过有的人若拄着难关，敢会晓亲像阿婆仔浪角酸。我毋是刀片，我是为着天下的百姓设想。公主，你放弃责任，放弃你的任务，要哪做百姓？我的能力不足，留落来只会害死更较侪人。三王主，你若安尼讲对？你留落来，会当救更较侪人。我敢有迄个才调？当然，未来路要哪行，你是会家己选的。阿叔讲，你若真是要走，绝对袂甲你走。
林公主，请让路。你莫走，林公主讲了无唔对，才需要你。这需要我？文的，我只是想要让贤为天下百姓设想。三盟主，文良姑娘，你讲无唔对。三盟主一定要说下讲，做代志爱面是非。这届三盟主，你真正是做唔对。希望三盟主小可清楚。三盟主，我相信你唔是花天酒地的人，你一定是向世界陷害。好，你这么相信我，那你希望我安怎做？找出真相，甲幕后主使者找出来。敢若凭我一个人，根本就无法度。三盟主，你一定会用的，因为你有本人甲你支持，还佫有我，还佫有我千里的，我顺风的嘛有，还佫有我。多谢各位，我即马知影安怎做。铁公山，在，这是等于官邸，继续替百姓奋斗。是。二兄，三弟，你敢毋是花惊吃？二兄，我改变主意啊。对了，我想要问你，之前你甲我讲过，不管我做任何决定，你拢会支持我，是不是？无唔对啊。所以，我即马想要这世做民，想要让天下百姓过更较好的生活，你嘛支持我，是不是？是。多谢你兄。三弟。你是安怎？我来感觉你怪怪。无啥，我只是有新的体会。对即马开始，我要为全天下百姓做好。我有这款想法，我相信二兄嘛一定赞成，是不是？当然嘛是赞成。二兄睇你真欢喜。你有啥物需要二兄协助的，你尽量开出。我即马有代志，想要请二兄斗相共。你讲，请二兄甲上方保剑言我。啥？请二兄甲替我保管的上方宝剑言我，我决定要代替大兄去祭天，完成父王交代我的任务。马祖启示录，真人事听天命，袂用将难字藏在心内，爱去克服，唔通被难所克服。人生上大的成就，都是克服万难，为失败之中站起来。哎，这门奈无开哈，我来。开门！开门！哎，哪里啊？哎呦，啊你叫一个门都袂晓，看我的啦，较知的啦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哎呦！你是笑啥？开门啊！恁两个闪开！别算啊啦，娘娘要发生地啊，只想好伊通啊看。对啊，你看伊美丽妇吼，安尼喙角安尼笑笑，等伊吼，安尼面若是安尼扭落来时阵，就知死啊啦。
这届吼，黄老夫人叫我害死人命关天，公主啊，你别当放因煞的啦！别上，原来是你，佮真好打，竟然敢弄开九贤宫的大门，分明是来杀死！我即马就互恁死无葬身之地！入魔入道，全在一念之间。黄老夫人的死，恁做个牵动。假使你若是有悔悟的心，我就加废恁的功夫，莫废恁的身形。也毋过从此以后，恁的学府向善赎罪。有听到无？恁两个，阮公司是代念上天有互相指德，无要甲恁杀，紧紧错，归来！各有因缘，无非属业，道者入道，魔者入魔。魔也有回头，放下刀刀立地成佛。今仔我给恁最后一摆机会。林怀德，你行以我受道，咱拢是咧济世救人，你为何来处耀武扬威？道可道非常道，天下大道，毋是靠修行会当得来。人伦无常，成形状，上人命，安尼算什么是修道？假使你今仔若无忏悔、无悔悟的话，我绝对无放你算，绝对要你身形苦灭。我苗通精修上道灵鬼六教，达上清之界，要哪会当互你威胁？我唔管你今仔讲什么种，我苗通来试看卖你有偌大的本事。嘿啊！水牛牛大地相威呀！哎，你两位弄啥？要拍来啊！摩尼龙珠赎水，无害地时赎金，金能生水。这个时阵，摩尼龙珠威力上强，要拍败妈祖，就只有靠摩尼龙珠啊！袂用的，这阵我若献出摩尼龙珠，妈祖就知影我就是真恶灵，若咧颠倒不妙。这阵就用天龙血功术。哇！苗通这部非常的浓毒，公主啊，你的细字啊！同志，林怀德，凡事拢有佛理，儒、道、释三家拢是修行，有贤宫佫较是修行性。你带人来遮闹代志，我会依法处理。本地公主，之前黄家老夫人写到当下无性命，我认为这件代志苗通的嫌疑上大，所以来到这讨一下公道。这几天我苗通拢伫宫中修道，根本就无出门。这黄家老夫人对外心亡，与我何干？黄家老夫人善莫失明，对落断崖，真有可能是意外。你哪会当含糊无天呢？启禀二公主，黄老夫人甲天宝强对杀的时阵，阮两人有去甲救，都是这两个人主动的啦。无唔对，伊用钓离山计，害阮两无得救人。无定甲无念，一定甲遐人交结，要害死马孙啊！因干安尼做，一定是苗东指使的。二公主啊，歹人遮尔济，百事遮尔苦，阮为了正义甲救，阮敢有唔对？点的？九贤宫的信徒遮尔济，嘛是因为苗通今年的道法消灾解厄，还受惠不浅。
借口维护正义，说颠倒一个拼生死，明明是扰乱安宁、制造事端，宁可治罪。李洪主，黄后夫人诬告去用害死，你竟然袒护凶手，情、理、法拢讲袂过。李洪主身为天尊贵人，无分善恶，纵容凶犯，是免有天下苍生对你会当敬服。拄则恁所讲的，黄家老夫人的死，并不是无tình无念所害死，恁哪会当黑白诬赖因呢？李洪主，虽然因要一个下手，不过一定是强谋。敢讲你要互伊逍遥法外？李洪主啊，阮若是有黑白讲诬赖因，我这个头你随时提起。苗通，因已经提出证据，而且就当抓。你讲应该安怎处置？李洪主，若是一切属实，苗通愿意承担处罪。师父，修德是这世，强谋杀人罪不可赦。为师甲恁两个教了无好，应当来向李洪主请罪。师父，是地主的过错，连累师父，请师父宽赦。李洪主在此，为师无法度定断，更加袂当违护你。一切，请李洪主做主。强谋杀人，罪不可赦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天理昭彰。师父，是我叫师弟去做的，该死的是我。将伊押走，当场处斩。阮的那一透早就无看，是不是伫三皇主的房间？来明，小卡仔，准备一包毒药给我。是。李洪主，你的意思是要毒死三皇主？红颜像花丛天深伴。苗通，将你的大地主无定抬掉，你应该无意见吼？李洪主，这是必然的。林怀德已经来处行书问罪，总是要见一下。有所牺牲，才会当顾全大局。那呢，才袂林怀德怀疑李洪主是真正的主谋。你会当安尼想就对啦，这就表示你确实对我真重视。若是李洪主殿下一切顺利，会当排除异己，将来君临天下，这毋但是李洪主殿下万福，嘛是我苗东的蒙恩之幸。也毋过，若是要一切顺利，就要先拄着迄个叫做天宝囡仔。自从南妈死了后，这个林怀德一定会更加保护你。若是要下手，恐惊毋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苗通，我一直真信任你，你哪会当对家己这么无信心？毋是我苗东无信心，是林怀德已经以我正面相对。我若是要下手，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，才袂折我成机，互对李洪主起疑心嘛。万不离，若连累着李洪主，咱就前功尽弃，这嘛是我苗东最大的罪过。你这个顾虑是无对的，也毋过苗通，你毋通袂记，将来要做国师，就必须要有一番作为。你应该展现出使我较信服、较好神通、甲神机描述。也阁有，迄本无烧条小簿啊，是我心头大石，使我真不安。你爱赶紧甲找出来交互我，才袂顾我对你倚重甲信赖。是，苗东一定尽心尽力，才袂辜负李洪主对苗东的挺视甲喜爱啊。
李王主，你烦恼的唔但是迄本小课，还有你的心怀，就是你的三弟。你的三弟要甲你讨回上皇宝剑，你着甲一支了去，保证李王主会当多条心条大愿。你确定？若袂当妙书如神，以玄妙之术通晓万事，我怎能自称妙通真人？娘娘，你为着无定被处斩，在艰苦啊？医德护人才是正道。今仔去救元宫，本来是要渡来，想不到李皇祖竟然甲伊处斩。娘娘啊，你做遐尔济歹代志，这是报应，死是应该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应该死的是迄个臭苗通较对啊。李皇祖表面上非常正义，害人赔命，执法如山。不过其实暗中是咧维护苗通。玉凤甲天宝，因两个母仔囝即马危机还未解决，日后唔知阁当着偌济苦来。上皇宝剑，搁转来我的手中啊！这届我袂当辜负父王对我的期望，还有旨意。是啊，三皇子，当初你讲你不爱去泰山这一天，怪想要放弃一切，转去朝廷。你敢知影你安尼讲，我心肝哪有偌尔艰苦？本的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我嘛知影男女私情是爱靠上天的安排，无用勉强。也毋过，假使你若无去泰山这一天，那安尼绝对毋是老百姓的福气，我嘛会替老百姓感觉遗憾的啊。迄个时阵，我认为洪兄一切条件拢胜过我，古有名训。见贤而不能己，见不贤而不能悌。这是高行之义，是为不体。所以，我把一切拢交洪兄做主，这嘛是享有地宫的方法。三皇子，其实你这款想法完全唔对啊！三皇子，你拄则所讲的享有地宫。其实是你家己的短见啊！你是天生的良定呢。去泰山这天，唔那是为着要替老百姓祈福，其实这嘛是关系到朝廷的尊严甲体面啊。我再讲，治乱之基，决定于君主。若想要做一个君主，并无毋望所有人拢尊敬你。也毋过重要的是，你家己要尊敬你家己啊！那咱天下唔着拢太平啊！文的，想袂到你这么明理，有你的鼓励，我会更加振作，绝对袂阁辜负你对我一片真心。李皇子万福，请问李皇子，昨暝你遮尔着急赶去救贤宫，代志是毋是拢圆满解决啊？免问遮尔济，文莲那是透早就无看的，是毋是伫三皇子的房间？
是，文言伊就坚持要亲身送早顿给三王子。李公子，小夏知影你对文言情有独钟，小夏一定会尽全力来考考文言，叫伊回心转意。小夏以人头来保证，文言将来一定是你的人。请李公子爱相信小夏所讲。我相信的是缘分，缘分若是到，自然就是。老孙父，你甲我听好，我即摆不爱伫你的人头。我要抵是黄天宝迄个狗囡仔的命。啊，是，小孩一定会叫达明速速下手。三弟，你讲话无算，要甲上方宝剑搞。讲到这尔好听，仁至义尽，结果呢，也是要甲上方宝剑讨倒转去。你根本无把这个红叶放在眼内。你想要尽早，要祭天，要得到文人的心，讲到这么简单。真正的尚方宝剑还阁伫我遮，你会当有啥物作为？三弟啊，三弟，你真正是痴人讲梦话。这个苗童一年果然厉害，算准三弟的变卦，会向我讨回尚方宝剑，所以特别习惯做一支假爱我教我三弟，也阁讲一定会互我除掉心头大患。希望代志会当参像苗童真人所讲的这么顺利。启示录，爱用主感看待众生，将无形化作有形，将理论化作行动。爱时时刻刻提出咱无去求伊，想会去求伊这款大慈大悲做作的精神，安尼生风尘也是净土。阿娘，阿妈已经无伫个，有啥叫伊囥一碗饭？虽然阿嬷无伫啊，毋过伊永远活伫咱的心肝内。这是对伊的尊敬、怀念，也是一种孝心。
你两个相到饭塔的，搞了！天公伯啊，我求你啊，帮我阿妈转来啦，天公伯！阿妈，你袂抱歉抱歉啦，阿妈，阿妈，才不会到高铁家等你转来，才不会看电视，可能做的都在做。天公伯啊，拜托你啦！转去，好，我今麦就送你转去，互你等于甲你阿妈做伴。天宝啊！天宝！好，底下。快，天宝！来，跟开。天宝，你哪来哭？你哪走来这？我嘛唔知影，像是有人甲我踢。啊？这有其他的人啊？是啊，天宝，啊你乃无代无志走来遮啦？我是阮阿妈，我是要叫天公伯，我阿妈转来陪我的。天宝，我毋是甲你讲过的人啊，死是无可能搁活倒转来。啊，毋过阮家已经死啊，阮阿妈嘛死啊，只要家住我甲阮阿娘。天公伯，有一对阿公这么公平啊！你怎样？我没阮阿妈啊，我没阮阿妈，请你怎样？我没阮阿妈啊！查某囡仔莫哭。心情不好，这段日子，我你吃遐尼济苦，搁你日夜操烦。即摆，我总算是回来厝，不过，我想永远都无法度友好你。要救天宝，你失去你的生命，这一切都是我一个做新妇的无才调、无能力，请你原谅新妇不好。你出去！你会将冲啥出去啊？有好。我是要来甲阮老夫人一点心。我无想要看到你，这是阮唔该的代志。我需要你这个外人来加好心。有好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即摆心情我很了解，我甲你同款，我嘛最艰苦最伤心。我拜托你莫把我赶走好无？我无想要听，你若听肺管不正。还是我的翁婿，搁害我受尽这半甲委屈。即马，连我阿娘嘛叫恁变心，我唔该家破人亡，这一切都是恁阿爹害的。你是师父的千金呢，你来这要创啥呢？我无想要看到你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出去啊！出去啊！听我讲，我无想要听，我无想要听，我不需要你的安慰，我嘛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土匪，你会当放我行，放我行，搁活过来。土匪，你会当放我翁婿搁活过来。你
到无？啊！你有法度无？你有法度无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啥时候袂讲话？我知影，因为你心意讲袂出来啊，对无？我甲你讲，我受折磨，我强冤枉，这一切拢无要紧，我认命，我接受。啊，不过想怎连一个无辜，目睭有个刺面老大人，你嘛唔放伊线，想怎？你哪会这尔残忍？你规个岁哪会这尔无灵性？你哪会安尼啊？我身份卑微，我无得替我娘讲我的红婿生活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有嘢通做的，就是替因出一口气，我要替因做一工作。你甲讲，你同我话，你甲你讲啊！玉芳，孙姑伊根本就唔是我的阿爹，我真正的身份是小龙女，也毋过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解释。就算我讲出来啊，你嘛无可能会相信的。玉芳，假如讲你安尼拍我，你心肝内就应较快活。好，那安尼你就尽量拍，我绝对袂怪你的。你想做歹研究？你想做歹讲话？我甲你讲，就算你安怎听，你嘛比袂过我的心痛。就算你安怎听，你嘛比袂过我心肝内失去痛苦的痛。你甲我你甲我认真的讲，娘，你咧在讲阮姐姐，你记住我甲阿妈，伊是好人啊，阿娘。家破人亡，这是凡间的不幸。讲到落尾，这一切拢是我造成的。当初，若唔是我伫个天顶，黑白呼风唤雨，凡间嘛无可能出水彩。黄文山嘛无可能因为半花放弃，来检举凊彩光阴的代志，失去性命。玉凤姐、黄老夫人，还佫有天宝，嘛无可能会受到牵连，受到遐尼济悲惨的苦难。这一切拢是我造成的。杨姑娘，虽然本人哦是迄大口袋孙女的查某囝，不过伊的心肝哦是足善良的。对啦，杨姑娘啊，本杨姑娘哦虽然是迄个臭大哥的查某囝，也毋过哦伊甲伊阿爹完全无共款。伊有自卑心哦。阮之前咧妈祖庙赈灾的时阵，伊拢有来斗相共呢。阿娘，像你大遐甲孙大遐，因讲的话拢是真实的。之前你互人关起来，我走去找师傅带恁替你伸冤。迄个时阵，我够歌够枵，阮姐姐伊够摕物件互我食。囡仔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啥人要跪伫遮？我叫王天宝，阿爹过世，阿娘喊我尼个。天宝，你看起来这么元气，你是毋还袂食物件？阿伯，你赶紧去我的房间拍迄碗燕窝，清爽摕几块饼过来。是。天宝，你
敢知你阿娘是安怎喊阮入口的？我唔知啊，我敢知啊，我阿娘是全天下上自卑、上跳的，是绝对袂害人啦。小姐，物件摕来。天宝，你太小紧食，食了毋才有元气有精神。要若无去赶着是破病哦。来，豆豆食，豆豆食还佫有真济啊！较细粒啊。是的，我知我想过冲动啊。不过我心情真是足乱的。玉凤姑娘，发受分为款下，这嘛是正福德。只要你真心的爱心去对待人，光明磊落的心情去面对一切，那安尼人生处处都拢有真善美。对啦，要用快乐的心来代替怨恨。啊，不过，我唔家已经家破人亡了。我是要安怎快乐？面对所有的苦难，你唔通失去意志。佛说：临我门不闭，出我门不虎。假使你若时时刻刻拢有这种勇气甲信念的话，该来的业障甲病障，你要用欢喜心去甲伊接受。虽然涉旧业，那呢，自然一切的苦难都会随时间消失。林公主，多谢你的开破。啊，不过，我翁婿佮我阿娘都因过身啊，我的心情哪有可能平静？玉凤姑娘，行善的升华善道，尽忠的超升贵道，行孝的再转福道，公平的翻身人道。要若是积善的，就会转升妇道；假使若是恶毒的，就会沦落鬼道。这就是六道轮回。你翁婿黄文山一生尽忠行孝，自然会转入贵道甲福道。你若是黄老夫人，一生行善，伊一定会先化先道。所以你要用乐观的心去接受，那安尼你的伤痛都渐渐的平复。阿娘，阿娘，虽然凡间因为做水灾受到苦难，也不过阿爹以权势官商勾结，接受恶事，这嘛是罪孽啊！阿姑，唔该家破人亡，这嘛是阿爹害的。老爷，莫伤忝啊，小休困一下，啉一杯啉三茶，小提神一下。我是朝廷的高官，王信上温柔气重，劳心劳力又够用的，搁较忝嘛是应该啦。文嘞，你安尼真创啥？什么劳心劳力忧国忧民？你莫听老白讲，莫听自己气人啊啦！文莲，你哪会当用这种口气甲你阿爹讲话咧？伊毋是我阿爹，我无伊这款查某变成阿爹。文莲，你读过册，知道理，应该知影百善孝为先。你要哪会当讲出这种恶意的话啦？较紧的，紧甲你阿爹回信咧。我无做对，做唔对的人是伊。你是要造反啊？是不好路，你是要甲我气死？甲你气死个安怎？阮家已经死两个不可的人，你敢甲我讲，这代志不是你害？阿爹，你是朝廷的大官呢，敢讲你唔知做爸母官的道理？为情不依人道，害老百姓受苦。
良心想看卖，你安尼做，敢对会去调停，对会去老百姓，对会去唔敢收回啦。就算你甲我拍死，我嘛要甲你不仁不义，做出上天害你的代志拢讲出来。你甲我大细声，你五言不好，你唔惊叫雷公卡死啊！我啥物拢唔惊，弄着代志的人是你，会互雷公卡死的人嘛是你。文燕，莫阁讲啊，两位皇子拢住咧遮，若是互因听到，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阿娘，你是妇人之仁，你敢若知影对阿爹变伊变顺的事后伊当啥物代志你拢唔知影？你会今仔日我讲真侪恶意的话，也毋过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实话。我安尼做，嘛是咧替老百姓讨回公道。来人啊！大人，有啥物代志？将文彦阿照关起来！叫你甲阿照，你无听？是。小姐，是。哼，若毋是我的武功叫毁掉，你免想要甲我卡掉。这个真不好路，谁敢轻视？照我看，文燕应该毋是不好，恐惊是中邪。你想，伊之前毋是嘛安尼过？规个人拢变甲怪怪，咱该用上方宝剑替伊顶邪过。这届有可能是甲顶一届同款。文彦，迄是恁阿娘亲身煮的，你一定要好，真正唔通辜负着恁阿娘的心意。你安尼唔吃唔啉，阿爹嘛会唔甘的。阿爹即摆已经亲身送饭来互你食，都表示阿爹已经原谅你，阿爹的气已经消啊。你若是搁唔吃，阿爹是会真伤心的。恁阿娘亲身替你煮的菜，你唔吃，你安尼是枉费恁阿娘对你的关心。你若是搁安尼使性地，都对不起恁阿娘。好啊，莫搁客气啊，吃一点啊，好，来。文彦，你吃到这大汉，阿爹唔捌甲你关起来。阿妈，互你食遮侪苦，迄是因为阿爹不忍心。人哋讲，爸仔囝无迄个嫁妹的冤仇，安怎讲你嘛是阿爹的亲生查某囝。只要你以后莫搁接倔强，向阿爹认唔对，阿爹都袂搁怪你阿爹啊！我知我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。爸母的养育之恩，是比海深，比山搁较宽。做人是随囡仔，互许大人欢喜，这嘛是应该啊。真正你对阿爹五言不好，阿爹会当原谅你。不过，你一定要答应阿爹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非常的重要，嘛关系到咱老家日后的荣华富贵。阿爹，你真当甲三皇祖的感情，去接受你皇祖。进前阿爹嘛捌去请教妙通真人，已经断定讲你甲三皇祖无缘，绝对袂有圆满的结局。你的真命天子是二皇祖，伊将来登基做皇上。
你莫搁讲啊！我无想要听，害我接受日红主是为着做红玉，哪能我甘愿去死？天宝将伊讲出杀害阿嬷凶手就是李洪祖。俗话讲，洪祖犯罪，与庶民同罪。妈祖娘娘要如何将李洪祖绳之以法呢？善良的小龙女听信庙通的安排，甲三皇子比劫，想袂到这根本就是庙通借刀杀人的诡计。三皇子命在旦夕，妈祖娘娘要如何救回三皇子的性命呢？妈祖启示录，学佛必须爱了解无常的道理，确实会用个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才会当超越家己的性命，来去自在，迈向光明的境界。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。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看无透，歌声咧酒里暗。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，红暗像孤芳，寂无行孤单窗，伊我点。